哎呀，各位聽眾歡迎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，各位聽眾攏食飽啊未？各位嘉賓攏食飽啊未？嘉賓食飽未？食飽了，食了，食了啊！即係當然，這禮拜我是最呢。這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就是馬博阿蕉，就阿蕉來參加。阿蕉來叫阿蕉是頂到是做導醬嘛，做導遊啊。係做導遊嘅。然後個有即個假節話講嘅咧，就是曉樂咯。Hello，假節話講咧特別嘢，computer 特別就亂嘅啊！你computer就亂，我就睇得出咧嚇，曉樂啊。好 OK。繼續啊！你曉樂特別好我錯，有時個我諗嘅跟我相會啦。10歲啊！你冇嘢。我諗10幾歲呢，今年未使10幾歲未使參加我邊啲福建節目，我18歲呢。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拉伯族。阿拉伯族佢再嚟，咁樣參加，即係呢排阿拉伯族會叫，你叫你叫定到時講嘅。有時 OK， 即係排人會講話第一是洪水嘅笨蛋。就看洪水就搞笨蛋嘅物件，咱講下咩物件啦嚇，我講俾直接學直接答阿蕉成實，阿蕉講下咩物件笨蛋啊，是洪水物件。笨蛋是家姐是真正較有笨蛋嘅嘛？哎呀，無一年通天本笨蛋嘅，阿妹別使加真假。係咯。你講話真正係啥咩？做咩數別使加咧？看到鬼啊，加是看到鬼。哦，一兩時講。佢呢刮落去啊！哦，是啊，嚇，少講。你別使記佢鳥，佢鳥係刮落去啊！別使記佢鳥，別使記佢鳥，你無真正話使講。你教正教你是，伊人講你教咧學還是你正教拍教啲學較好，你查某鬼翹起來啊聲，伊嘅靈魂啊，到你正教位啊聲接落先啊你看咯。哦，接鬼啦。哦，嚇，你錄阿妹聲是。人講咩？你錄阿妹。困嘅時像是像未困啊了，講話你看咯，即係我朋友掉過啦，你看咯。乜事阿妹教真解啊？係咯，一加卡，唔是加手嘅。我聽住咩話教我卡真解，我媽講哎呀死阿妹暗個教真解。特別我媽唔是講鬼，你人家教你媽講表姐馬來西亞是詐欺。冇，我唔是講自己阿妹嘅事，是講安尼暗啊，冇開個假真假。我是講暗都叫你教條白，你看咯。少，唔定當面係媽是爸學笨蛋，係是講媽爸教我假真假，阿妹是，哎呀，背西教你看到鬼啦，笨蛋假阿妹。你個後面當媽阿蕉個咪入去講個面，冇人家講。加真假加類小名嘛？哦是。阿妹，哦加類阿妹加真假是想個加類小名呢？哦，那底哦。對。哦，你看呢？哦，冇聽過。家姐笨蛋嘅是想講出來有大把多就係笨蛋嘅嘛？對，攞人教應笨姐成嘅，不知你成講乜啊？特別不知嗬，住我俾叫你查某有成驚過嚇。有做過來人嚇，起來甲咱邊啲福建人甲咱參詳者做過嘅故事啫。我頂住想要叫佢那裡有驚咧嘛，你叫人來試過散去，個無聽聽來試講，伊當然講下，各位那是有生驚過嚇，你是尤其是查某啦，你嚟甲我講解釋者，講亂咗食啲麻油雞啊、赤薑啊，我食緊食咯，對我生驚。好了，我得食做過來物件真好食啊！你花唔知咩花咩骨頭嘅蕉嘅啊，你是蕉葉嚟煎類，你可能係只驚，我哋驚食。哇！你好料。呢插背啊，係只麻油只驚啊！哎喲，我流腦啊，能叫。OK，嚟就去講即係你別講咩多不多是笨蛋。人白講白多別使白滾白。你睇白滾白嘅，actually 唔是笨蛋啦嘛，就是別使阿咪別使播物件。袂使搬物件，袂使搬厝，咩踢腿成壁袂使釘踢腿，袂使嘅踢釘壁。做咩事咧？釘喺樓巷啊，博多樓巷。無人講釘了河，伊會驚寫出來，伊會啥
像哈，你看Down syndrome 你看你啊，人講生出來白啊，痴啊！哈，你看咯，你人講伊目睭，伊目睭迄邊像有物件小定掉，像甜掉下咯，咪頭殼曉咗。係頭殼曉伊像有物件像甜過，然後一條痕落下邊哦。了做咩事？你在比賽搬物件是人，唔使人講，唔使講叮當啦，你去叮當一去，然後驚伊叮當的囡仔，係唔是？啊，假老去嚟。嚇，但無小心咧拍個老嘛條去咯。有就是講啊，大巴多，像講樣有嘅是，樣講是你若是講有線啊，頭3個月你袂使甲人講有線嘅，會無去嘅。哦，笨蛋嚇，少。啊，冇聽過個頭3個月啊，無穩㗎嘛。冇穩㗎啦，是絕對戲啊嚇，阿拉擺做對戲。了個有個面咧啊，就大巴多嘅。水攏大巴多唔知啦，唔多唔大巴多。啊，巴下你洪水咧，洪水物件咧。洪水把你真係 hit 咁樣，大家人們上錢。是啊，我都冇。有啦，特別其實洪水物件嚇，你甲 interior design 真有關係，你知道？伊 flow 啊，伊 flow 係成日要，咱講但咱講洪水是講氣嚇，其實咱氣 design 是你是咪成日有 flow 啦？你這邊走去下邊，你袂使這邊講掉，下邊講之間嚇呐。對，有一個咩？特別曉，咱有上線洪水啊，冇咩上線。無啦。OK。做咩事你講話好像只 deep 淡薄，那是你上線。即我相信啦，想講有成咱無相嘅會出事，日子咧有無相嘅成相嘅嘛。了，逐年咪有佢一個運嘅嘛。了，你若講啥要講咩 direction，對，方向啊。有人向東向西呢。啊，逐年要順嘅嘛。洪水本是有講到嘅是都人成係你個嚟 element 啊。啊，個嚟就是咩茶個是鐵啊，是金啊，是海啊，是水下對。人講係咪係咪人係你人話是叫做係咪一咩？你講個翻譯一命二運三風水。誒，一命自運三風水。所以人命你生出來就是注定咧嘛。了第 secondly 就是俾你家己可能 I mean already predict 講你家己命是安怎咧嘛。第二咧就是看你家己有運氣無運氣嘛嘛。所以講做咩事做了第三個嚟是洪水咯。洪水人個做叫做改運啊，改運啊。哦。actually 唔是講為人成日都可以看洪水啊，成日你看到命理來講，如果你隨，你命應該是好嘅嘛，像我命應該是好嘅嘛。我是按照講我命像種樣嗰個水見嘅嘛，高檔嘛，對啦。黃金白鳥。你做咩事？我直陣間做唔件無順利啊，咩啊，無直無落啊，你看咯。因為 actually 是有關係到你家己嘅洪水上都出來困嘅面場喺度咯，你看唔見啊？面場向啊！你唔是講別使向大梅嘅時候，卡別使向大梅。別使向梅啊！因為你開剛個一人開梅就可以看到你地殼。對嘛，別使咯！你想看到大機開梅起來時。你清掉對考時，你陪拖起來，隔離一剛過一，那佢了我是真表示。向大梅是成個都卡，向大梅就成個都困啲掛叉，你看嘛？哦，向大梅對，人試時間放卡放向對啊，有時上無袂使話再勁，袂使向對再勁。哇！再勁垃圾。做咩做垃圾？我時再勁就清氣咧。冇得抌啊！但係你寫就係勁響下，或者是咱個幾禮拜時啊，唔知幾禮拜時其實咱特別差唔多俾笑聽，就咁咪真，為什麼你寫咁慢呢？件呢？個就係咱特別講下啲惡地啦。洪水是成日講都嚟activate
上水是 activate 嘅，上都 activate 即行件咧，嗬，actually 會成個加運咯，你成個會幫助到你自己嘅。你成開運哦，你成個有嘅人成個有個嘅 elements，伊做咩數？成個伊成個水，一個嘅 element 咪是金木水火土嘛？金茶。金茶水火土，金箔啦，金箔水火土。你特別講了唔驚有 balance 你計好運嘅嘛？成個你唔驚啲偏謝啊，成個你一項唔驚，成個你最上謝嚟講啊，你撈酒，最上謝唔是好咩？最上謝吞淚嘛？最上謝都其他唔驚就成個你飲掉了嘛？你特別大項有 balance。那是你茶咧，不要記過鋪啦，白變鋪機咯。你講阿拉伯做部啲，我記得嘢，阿拉伯做啲咩嚇？對，第一，你洪水無好嚇，你上隻水嚇。是咯，洪水無水，未好。你洪水無好，你上隻水一撈住嚇。係咯，嗰時。佢咪佢哋 computer reboot 過係嘛？再出嚟。是一隻小電，冇電咧。水係咩啊？水箔，水火土，電火最細啊，飲咩？水火箔，水木金火土啊，金木水火土，金箔。金箔水火土一個叫雲探木 online 嘛，同來叫伊係對住方便本錢啊。是咩？一隻搞你嚇，但係未看啊！即係咧阿拉即係阿拉唔是曉樂講唔講？會睇到嘅。太謝啦！你有做呢隻個講曉樂你諗下係點樣？咗你 live 冇啦咩 ？live 冇啦。你冇係 live 咩 ？live 影響你quality啊，但係時你聽我聲幾吉啊。咪你咪是想有本？是咩？你話識幫啊？你識講聽。就是我冇咩清查 ，no。人家學 comment 嘛，人家字面嘅講嘛。佢話但實了，你其實講定。但我覺得做 live 佢就大家那時講一聽就那時被聽講 live，你攞嚟叫我人嘅即係 Skype 嘅 chat 去去架一人參詳嘅啦嚇，去參詳啫。當然人講即係當面個 balance，佢講淡薄板凳嘅物件，板凳洪水我是冇明顯啦，板凳我就真厲害。你能發現到人做洪水啊，人相信洪水啊，但你要去還太歲哦。咩太歲？嚇？過太歲嚇，對有。唔是人都要過嘅，你要看你嘅生肖嘅。嚇，伊你無相嘅嘛。過咩？我這邊我有嘢扎一路。因為我未聽到阿蕉啊。我講話明年嘅12生肖嘅誒 overall 嘅 prediction 咧。嚇 pre 啊嚇 predict 嚇嚇。你你嘟多嘅嗬？冇啦，你有冇出過？我冇去看過。但係你等之平啦。你是講係咪生肖？你是講咱是一出二股三好四頭嘅生肖，還是咱係咱是咱邊啲學見過條件呢？一線堂嘅啲娛樂嘅啲。Manny 是耍虎，Manny 是耍虎呢？係咪你是耍虎呢啦？杜你是耍虎呢咯？杜你講就杜你係咩物件？咁咪犯太歲嘅是咪？你消你主人嚟講消毒就犯太歲咯。誒，為數你生肖嘅年㗎，你家己本身嘅生肖會受傷嘅咧？你背嘛？年是有時你對阿爸哥，有冇？阿蕉啊？no，梗係厲害呢。講句個時候你講咩？冇啊，咪都 OK 啊。你講句。冇啊，是講做咩事？係你大年嘅生肖嘅年，假如家己本身嘅生肖，那是講相嚟講，都就是講是都犯太歲咧。所以你就是12歲入4歲先咪對咯。對咯。12歲入4歲
表示36歲，18歲，對，啷知咗？唔知。你特別做咩？特別去咩跳咧聲啊？咩興啊？咩水？興咩水？嚟聲啊！我哋講咩興啊？咩水？興龜太歲。龜太歲就咩物件？嚟聲。我想你講唔知咩興啊？咩嚟神？係咪龜太歲就咩物件？我頂多不攰住打唔使念經，可能到你話會解住，你可能 OK 咯。哦，你學住念啊？啊，讀我未記啊。又讀錯呢個念。你好嚇，得嘅 OK。當然，哦，所以是想特別你講明年是小度嘅人，就去龜太歲啦。小度嘅人犯太歲咯。犯太歲是個簽嘅，我冇咩曉。犯太歲咧，特別去出嚟神啊！你犯掉太歲，太歲係咩物件？我唔知太歲係咩。太歲是人啊曉。講可。硬講嚟曉。硬講嚟。哦。哦，係咪？誒，講咩講？這裡物件特別梅山虎嘅曉就是。是啊，上好都未試，到底上好個聽啊，當然唔知上對上好個聽掉。我頭先講 comment 好人聽。嚇，有會講聽下，佢講咩？West 咩風後面唔知講咩？呢啲你朋友有個人講下，你都拍咧，我當然拍出來。แล้วก็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ตัวที่ปันตังเนี่ยว่าจะก็สึกว่าก็เก่าก็ปันตังมีเก่าบอกมีแค่ห้องซุยมีแก่ปันตังนี้就是有啲唔是講成日ปันตังเนี่ย啦，我是想想 myth 呢，可能點解人講啊唔係隻物件，就是講你記細陣時講隻絲瓜袂使啉牛奶哦。嚇啊！老細哦，老細，有影冇影冇影哦，有影。有影咪都不老隻 orange， 隻 orange 食晒連古靈喎。隻簽啊，簽水哦。而家會人早餐啊，個 breakfast 個俾古靈個簽只。哦，你講太歲，唔是太歲，太歲啊！阿咪人都講太歲啊。太歲，你講你特別去安江去拜安江嚟啊！แล้ว係咪？我直接อันนี้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ปอสิบโอเคบายบายอันนี้บายบายอันนี้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ปอสิบแล้วสิโอเคแล้วสิก็帶住去安江嚟去拜就好了。แล้วก็係咪試個拜你試個槍呢？啊是跟那相呢係？冇個要整出來嘅咯。像明年有抓啦，小抓有冇只犯太歲？哦，等陣我講明年小抓冇太歲啊。所以你是特呢是得到 guarantee 是一個是係咪小咧？係啲小神堂嚟講都是神堂呢，就是去拜太歲，你太歲還太歲，還一都俾去拜，所以即個上戶是講都特別啱嘅位，特別俾劍抓，แล้วลุยแล้ว是幫到你太歲邊啊位。如果犯太歲咧，都特別去歸太歲。你犯太歲就去跪太歲。依講咩老狗？安迪唔係講老狗呢？係講老慣咋？意思咪是講老狗就被犯太歲喎，明年嗬？意思咪是意思先咧？就所以係老狗。嚇，是有意思。同埋聽你講老狗仔嘛？即係阿蕉，同埋你講老狗仔，你冇入去講下。你等陣啊，等陣。阿蕉。兩continue講。阿蕉，老狗呢？老狗是拜地。啲老狗，你寫晒老狗呢？你小狗喺度。小豬個小狗喺度掉犯太歲，特別去跪太歲。小狗是明年是哦。冇啦，明年是豬。冇啦，我是講明年係跪太歲。啊，對。因為今年是過年係嘛，今年是有老虎有。哎呀，我未見過喎，我是老虎嚟。老虎，我同你講啊，老虎差唔多特登呢都見過嘢。哎呀，線啊，我比較就得去學 credit card 咧，是特登呢，佢叫 automatically cash in。咁樣佢嘅呢期嗬，念你講咩？
念經就會了誒，免去過太水。你呀，可以解一下咯。哦，你講你解念經，咧，你運動會好哦，你運動較好哦。嚇，等我學下你激動啊，去可以解一下咯。其實殺解都要剝你頭啫。喂，係咪阿蕉？嗱，所以做咩事？你講你拄着，嗱，你拄着你看太水嘅物件咧，你你又講誒哎呀，你聲物件啊嘛，所以做去咧。我就係等陣我印你，你去電話因為 answer 時咧，answer 時你話哦屌！阿蕉，同我你講嘅物件一對啊，舊冇聽到啊。就是我聽無哋講係咪咁？係啊，my god！試一下一 line 冇咩好事數啊，頂時 line 冇咩好事數，然後啊，即係講咧有落會講哦，已經你有個你喜歡太水啦，啊，有老河咯嘅鳥鼠，了白，了個這是兔啊，啊，แล้วแม่นี้唔知啦，阿蕉就知啦，嚇，我就是要。阿蕉啦，我講聽，我當見我攞住佢啲 jet 喺兩邊，你攞佢拍出嚟，我直頭彈出嚟對。就是我特別講我能聽冇。你知我唔掉位，我唔掉位，等陣，因為我哋邊喺學嘅嚟 jet，我唔掉位。啊，OK，當然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有人叫我，有人叫我。係啦，咁你琴日啦，就頭尾你耍咪。OK，我等我琴日落結成，我琴日落結一個阿蕉嚟講下好事喎，阿蕉都講下，當然你先係 OK 哦。OK，白都係較好事咯。啊，成時好事啊，就佢講，嗰時成冇較好啊，講。較好。好啦，頂時話 application 啊，我有咩？同埋我會撻你唔件事叻掉未？哦，影響掉就會 check。特別冇事，特別自己緊。到時間嚟 post 有啊，嗰時有到對一個真係有到對。你去嗰啊 Jet 嚟講啦。我靠，阿蕉啊，你我等琴嗰時一陣時啊。啊 ，OK， 我琴嗰時 sorry 啊，寫啲動意思。得個住點啊，rabay 做嘅，交住住啦，咩交住住嘅點啊？班人講嘅。冇人啊嘛。一個特別咱講板凳嘅物件，當然就唔是講板凳，because 我冇未曉你紅水物件，好個就有啊，主要嚟講咧，板凳嘅物件，如果板凳係咪？我講你聽板凳啊，我唔知是米線，還是板凳啊。我早幾個禮拜咪是咁樣做，迄個梅硬角嘅 topic 咯。嚇，好咩？Then after that 我就對馬來西亞就holiday嘛，然後我就去迄個硬角經拜咯。我好香綠掉啊，唔知是唔是你硬角發，我亂亂講。我本來講我要翕啊，你唬我咯嘛，我唔加翕呀。你驚人講錯呀？就是哦，好彩你硬講無斷啊，無斷，我看我阿妹就食條命咧。解咯，之後佢就我唔介意阿妹事。阿老闆做咗睇咧，對人自佢講面啦。12生肖兔年發財運，小兔嘅轉工嘅，哇！小兔嘅明年會使愛活工好活工啊，你特別起神路嘅。了發財第8位，今年犯太歲，金刑太歲，容易轉換工，但權力地位同財運能有提升。咩？死也是不要。你慣辣。哦 ，OK 咯，你看伊運好咯，兔年。但是個明年唔通生咯，明年唔通生。山虎唔是山虎，即係最啊，佢叫是最阿蕉，我愛看小可嘅安怎小可嘅。看小可嘅看啫。我能小可，我能是 H D 是，等小可叫佢啊，
明年度你小度的人袂歹本咯。袂歹本。是讲犯太岁啊！你听过有成讲啊？那些你是係你本命年，就是講那些你是小度 ，OK， 明年嘛是度年咯。你下一季年嗬，你就要穿紅色嘅那邊衫，紅色嘅地。唔捌喎，唔捌聽過啊？唔捌喎。我同你講中國這邊就是安尼款嘅，你就。哦。when 你看到黑，你知影只吉利樣穿衫，樣嘅地塊走出來後，你看到只太寒。美國咧咪是咁樣講困嘅事啊，困嘅事你卡未使曉你妹，你可能就困妹之嚟看啲硬死地球走出來啊。係咯，就是哦。你個嚇，你講特別穿硬衫硬內面衫硬地球啊？嚇，穿幾年啊？好，前幾年嘅，所以就買只隻，所以就到你看啊，第一杯我真係是啊，係你中國嘅 supermarket 條買只隻種紅色地殼啦，咪曬，แล้ว個我地殼寫到一個學嘅字嘅，計幾年啊？對，你是唔是你 Calvin Klein 咧？冇啦，Calvin Klein 冇係穿啊，地殼冇。是念阿仔嘅地殼，念阿仔嘅地殼啊！成日就要學啦，小肚啦，係叫做咩啊？明年小肚嘅人，係咪？即個阿蕉講係咪？少少麻子กู大晒，少少麻子กู大晒。明明本來我嚟，我俾後聽啊。少少麻子กู大晒，係咪去燒你麻子嘅กู大晒啊？我唔知樣即佢哋講嘅。我講聽你洪水 ，OK， 我本唔是真正會曉洪水物件啦。喂 ，friend 教我，伊講係一隻啊你roaster 啊雞啊，係啲人嘅 drawer 嘅位，必死啊！就是就冇 counterfeit 係你office politics。哇！就是必死啊！佢是隻雞啊，都對你做啊！唔是隻雞，一個 statue 嗰時硬講啊，你睇我想講假死前節到底你自己都問得係即係講到你 office politics 你喺炒住佢你多頂次，拖下個前節隻雞。我個老公嗰個好笑嘅笑咩？都就我唔俾，我成時咩時候我咪俾係隻雞啊，後咧就 head 啲 drawer 為咗，然後我個愛睇啲為嚟 drawer 嘛，然後個係就好少，個夾住你 double way 嚟底係隻雞就咧 double way 就冚就數掉咯就，然後我就係啦，啊個隻龜節咧，我哋講嘛，講我講。成日無影嘅咧，我講我感覺嗰時無順嘅，幫你啲 issue 計正嘅，你嘛梅灣咗係，我咪講我數掉啲 double way 裏邊咯，咪講。家嘅咪是你寄不出來，捅下你兩門背出來，都計衰我哋你抌喺下邊。條怪掉啦，都係隻卡菇。就是我咁樣嘅嘢出嚟。一架仔嘅好。OK 咯 ，OK 咯，唔係較順咯，感覺唔知是咪是我自己迷信啊？特別迷信咪是想，咪是啲迷信咪是啲，咪是人物走做。係是咯。特別就是咧，當然就是講迷信。At least 盧卡斯較好嘅冇行，冇安尼未條褲哦，咁冇安尼用條褲哦咁啊。你講啊，睇我成日講係咪物件板凳嘅啊？板凳嘅，佢就是貴嘅物件板凳，你知？誒，先我未記過咧，我板凳嘅物件噶啦，你未使未使阿妹未使拍衫，喺度外口嘅，未使拍白色嘅衫。我哋試落班嘅啦，定住講句啊，啲幼稚噶啦，講句啊。我冇關你，我攰隻阿妹皮衫，我阿妹洗衫阿妹皮衫，就叫我問你點食佢洗衫，ምን做工啊？係啦，屌，冇嚟咯，查某應該查啷你啷查某啊，應該留到手去洗衫，掉花。係啊，定得爸爸，我定得我唔是啊，定得中國人唔是呢。啊，查某被留到手去洗衫，係咪叫你？baru masih有安尼款的啦。哦，那是本啊。等陣我聽下住講咩？唔知啊，你是你講咩物件板凳嘅？我就未記。誒，等陣或者住對哪背，下落對哪背？係啦，對哪樣？你食叫？下落我叫下落講埋講。板凳我就但係我想講就係。阿妹別使洗頭毛。阿妹別使洗頭毛，呢是先知啊，是放炮是別使掃，別使掃咧。切別使掃頭卡。
哎呦，我覺得聽到聲咧，我有咯。Hello，哎呦，聽到無咯？看片 live 嘅，看片 live 嘅。冇開 live。哦，我睇到啊，一個。袂使，個袂使，咱袂使下赤包下人嘅赤。嚇對，我袂使我袂冚起有咯，先就小姐一個。咱袂使下對，袂使下赤特別 respect 嘅赤，特別尊敬嘅赤。你下個月就是無夠讀赤啊，或者你掉解啊，講佢。是啊啦。靠赤。特別我借掉個赤包。no，但乜個啦？是唔是借掉赤包？借掉是卡到都成日下個月咧，你赤包人借下借餅，你可能話。就是我，整到赤包絲絲格格。對。絲絲格格咧，佢攞地鐵咧壓者落起嚟啊！係啊，成個 James Bond 嘅病不得咧，佢起來是。啊，是哦。個硬死呢嘅，大家會死啊！硬死加屙死嘅，啊，對。然後講咩話？個板凳比賽即係成日讀不多嘅時比賽，唔是讀不多。咁就係就只咁博實時比賽出幾個好凳咯。係你唔是板凳，你咩真板凳？係你唔是板凳啊！係你是路，係你實是。because 你當樓主話你係你只個 box 卡càng cao好嘛？做咩事？特別冇，特別咩？特別 scientific 嘅 proven 嘅是講嘅。是咯。誒，快啲哦！上好誒，明年上好誒，你究竟佢隨住你查某都得發。哎呀，我咪是未學了明年。明年就要換隻。靠查某人就發達，伊是靠查某人發達。嚇，靠查某人發達。安尼我特日請阿拉伯做起來咧，變咗學見你拍殼咧，是變咗學見對變咗成成功啦。安尼明年我硬發達咧好笑。特別別啦，那是你是查某人才靠查某發達。但個蝦米？誒嘛，你參查某嘅朋友嘛？哦，我咪是只查某朋友嘅使本啊。想哦。等你發達第六位大歲小合噶。大歲合兩元嘅人緣好咯。人緣好，我一來一年通天嘛人緣好嘅，然後個位靠查某幫助路，嘿，我咪是去做面咯，做咧。有路桂林。咩？女贵人嘛，路桂林哦。係咪你？有女贵人相助，嘛是有查某嘛是女女嘛，布鲁的女嘛。啊，我去找隻布魯來做我做生理。桂林什麼？桂林什麼？桂林嘛是貴人啊。哦，但係是查同意思是講，你就是從。那咁樣鬥下超多人咧，啊會鬥下超多發達多人，係咪啊？對不對？萬年就俾對查某較好，那是都是上好係是講。對上好嘅查某啊，較濟類貴人是查某嚟咯。啊，但係是個對你有幫助，人家是查某嚟，所以就比賽呢，私人面對查某無好。啊，我查某嚟殺你啊哈！我叫阿拉伯做嚟踢你啊！阿拉伯做嘢，哈自己到嚟，呀慘咯！唔係你講就只過去都會。講未？講就只過去，也未用到嘅。講未話啦？其他都講，係咪寫一寫過去呢？臭氣人！你是看老鼠鳥鼠什麼事？你是要看人啊？啊那，那是講 OK，thank you。啊，係咪 thank you 咪隻咪？冇講點講？你講話嘅機。咱袂使佇厝內面開雨傘啊！對，袂使到厝內面開雨傘對。是我冇咩記啊，真小個咧，物件咧未記嘅啦。袂使厝袂使開雨傘，講咧開雨傘是唔是有賊？唔是有鬼。因為你鬼是頭邊啲雨傘那邊咧嘛，你佇厝內邊開，你實佇外口伊有擋着，啊，露天的話伊袂出來，伊旁靠出現嘛，啊，你實傳伊入來厝安尼話，你用雨傘冚伊入來咯，伊入來安尼話咯。
你兩講我成日背到頂嘅時，未使夾你度，未使插到啲背喺頂面，一插就跌，喺度啲背。日本係你時常你是拜師人㗎，你講你嘛？對。有一個未使夾，即係頭咁插乜卡到頂位。對嚇。你什麼意思？即係話咱食背不好，咱食背不好，咱唔買食㗎，你頭腳插乜你。靠你半碗面嚟講，你就是你爸嘅媽咪，但係都就唔驚，你是講出來啦，就是。冇，我冇你講，我就唔驚。有時講唔好，有時講破格啊，你講有時唔好咯。超寬啊 ，table manners 啊。成日講唔是講 table manners，成日講你本來你運氣好嘅，後來你靠就靠看到你。lucky 嗰本走去呢，可能。一個就咱是講到食物件，咱咪是食物件是，咱阿未食了嘅時，你袂使扣半啊，太半嘅。袂使對，成日講你哋食啊一部，但是咱出去外口食物件喎，到頂上4地嘛對。啊食了嗬，咱咪講生胃咧，你袂等你人來扣半空殼嘛，你一頭踢起嚟，袂使咯嚇。唔係你我無安怎啊，我無感覺安怎，是講我紅無自家咯。哦，是啊。你安怎呢嚇？還沒數，就是睇了時唔知，人講有笑嚇。我唔知喎，係你我未曉，就是。啊！你唔識笑笑啊？什麼人？你教你朋友嘅感情無好笑嘅，可能成個事唔知。是啊，你講咧，我唔聽。我唔知，我未知，就是聽講過，當學過人聽，有3個人聽啊，當佢有3個人聽。到去係你，去係你 funeral 對嚟嗬，就會出山咧。啊，出山對人就俾夾你。有啊，啊，有啊，去長益咯。對。你所以你看嗰隻，你去上升嘅時候，因為後路你暗物糖咧白條紅線。紅絲線。我唔知係咪數做咩數俾學你看咯，是唔是後路？紅絲線，紅咧，咱去人白樹嘅時候，都夾紅對嚟頂。食個事啊！唔知喎，就是唔知係咪不所成日講。對紅咯，事實你香港啊。對，唔知好多紅搶者，咱白樹無人無暑假嘛？你記大下時袂使起來厝誒，是唔是？係咪數山虎嗰出山袂使對來，係咪意思？係咪出山？等我拍下伊看，每塊買有冇？有買無？特別我聽你個句，因在山虎啲聽掉啊，成個事。山虎啲聽掉，伊講咪山虎。只有一啲聽掉。伊講咪出山 cannot 對來，出山出山 is refer to that people。等我唔知你講咩骨頭啦，你冚起你冚起你 iTunes 聲，你 iTunes volume 冚起啊，我 phone 度你看。看伊會來哦。我講你聽下，我cousin 把伊本是聽到 live 啊。伊甲我講，伊講大巴多袂使去 market， 袂使去半山看人食太都太暗咧。哦。然後伊講伊有一個 case，就是唔知食久以前哦，伊會買一個親戚，就是安尼款咯。然後伊生出來，伊囡仔係看起來係個 octopus 呢。喲！然後 after that 無落久就死去啊！迄個 baby 白話。要驚啦！有安尼款嘅 experience。大巴刀唔通去半山，可能太都太暗。有被踩死啦！因為伊拄好，伊成拄好，伊迄個媽媽迄個 pregnant 嘅查某，伊看到人睇迄個 octopus 嘛。所以伊生出來 baby 成個 octopus 呢，可能咧把過後無落久就死去啊 baby 白話久。喲，驚人！笨蛋嘅物件哦。唔知是拄好本啊。我同你講啊 ，John， 我今日計，我唔知安怎講啦。你看啊，今日成日你講你無 certificate 咯，你看下你阿毛，安怎阿毛無呢？就是咯，就是我講。我特登會做一項物件是成日 vibrate 你咪笨蛋啦人嘅時，我就講啊，咩乜阿毛就無 certificate， 我係阿毛呢。點解阿毛唔知呢？你有可能人掉啦唔知呢？阿毛嘅本身冇，阿毛本身冇太都太矮，知哦。可能本咯。阿毛本身冇太都嘅喎，覺得等人本身夠睇去看面太基太眼開嘛。即係後落講出山係特別，伊會講話就正面嘅講，特別伊先嚟巴你啦。樣咯。
伊别啦，先咧落啊，你嘅 fix 個時成。各位聽眾啊，若是你會參加我那個節目啊，你先對 make sure 佢好好成啊，無我是好我成日坐即個一間別去即雙虎出去啊，等我學雙虎講，就係雙虎講唔知咩，同埋講出雙咩別使坐對嚟係那個雲吞嘛是有啲哦，那是咪雲吞本哦，咪雲吞但咪雙虎成，是嘅是節目，即是 live 就是你可能個 distraction， 無人可以講對啊。雙虎啊！你個在 helicopter 喎，你先是咩？是我嘅。你先 helicopter 喎，你用 airport 了。啦哈！你用 airport 嚟講雙虎，講你出雙物件講過，但我都未講未講過，我就冚咗啦 ，because helicopter。OK。出山是死人才有出山嘛，咱是去上升的嘛。對，對，是出山嘛，咱死咯。咱是去出山，咱是去上升對。但係雙，即係阿妹就講，冇，咱去出山。咱去上升嘅事，咱去上升嘅事。哎呦，這個helicopter，OK 啦，OK。感謝helicopter。OK。咱叫雲吞嚟講啊。咱啊，有一個是係咧 pregnant 嘅查甫袂使夾加刀，加是夾針，做係咧T3啦，你行佢咯。啊無咧，即係你頭先講嘅啦。 BB 生出來，如果啊無 BB 生出來咧，就會你知成個你知香港有一個歌星啊，飛係咧啊，伊生出來伊 newborn baby， 王嘟係啊，王嘟。伊個 newborn baby 嘛，你嘛是掉，你看到伊個喙一頭開甲去喺你鼻孔頂面啊。哦，你叫蝦米啊？唔知叫咩吐蝦米牙咧？對，原來咩唔知咩，我未記叫咩啊？雲吞你聽我嘅節目冇呢？你 live 啊？冇，安怎有 echo 嘅雲吞？有 echo 啊？你戴 headphone 哦？有啊。Hello testing。testing。你但乜你講洪水物件下你？你講下。我做故事講洪水啊。當然是講洪水，個冚到不了咯。OK。講洪水啊，我成日講厝嘅洪水咯。講一項就好啦，閒嘅嘛。講一項。好嘢！講一項地要緊嘅厝嘅，定要緊嘅。要緊嘅嚇。OK，就是房間門袂使加即個裝嘅間門對牆咯，袂使咯。所以你袂使對面房間嘅門加在間，因為是你房間就喺南邊咧。南邊唔要緊啊。特別我個聽阿舅講，你困嘅時你卡袂使向住在間喎。是咯。伊講垃圾喎。就係嘅妹都係是啊，就係嘅妹都係冚啦，冚到 OK 啊。你困嘅時就會冚起，袂使對鏡，袂使對鏡。是咯。只要你對鏡，你是阿咩？你扯起來時候，你可以看到夾隻影喺南邊。對。OK。你講咩個第二個頭你講佢知道？第二個啊？第二個就是你嘅厝袂使伊角，袂使真濟角咯。你先講呢，角頭。角頭對，若是有角頭，你到啲 bot 那邊，冇角頭。伊角頭為了在放一盆花，還是花盆栽花。放花是放迄個盆栽呢。對，然後就冇數了咯。你係邊係尖頭呢？講得係尖頭問女嘢。
阿拉買做阿拉買做個啲哦。有治療。哦。แล้วไปแล้วล่ะหลังเขาจะ講冇咩แล้ว講你板凳你成個成日講冇，我想講就只，但係講紅書實未記嘅喎。你有咩板凳？你記 personally 有咩板凳啊？雲吞。啊，就你只衰，你自家講板凳，直直講板凳。係呐，特別我個未想到，我個未想到個事。我嘅板凳是差唔是有關係甲貴嘅喎。講，阿轉地自家聽，你會使講嘅。講下。OK，是酒店嘅板凳嚟。嚇，你去下酒店是別啥物？係點解不聽過講，我未記啊。哦，國梅。有4個行嚇。嚇？國梅，特別國梅先有冇知其實？國梅啊對。OK， 國梅before 國梅嘅時陣咧，你愛選 hotel 嘅房間咋？一酒店嘅房間。愛經 hotel 房間。經你就別使經2號加5號。哇！因為這個號是不好嘅號碼嚟。20個不要緊啊，是2號加5號，他未使呢嚇。未使。有個都未使啊。還是有個咁未使了掉。哇！咪是死，咪是正講講大，咪2樓啊未使大，你是大樓個2樓未使大，12樓未使大，12樓12號未使大，13號未使大。哦，你特別字嗰個參咗咗隻是字嗰個 any 字有個都未使啊。有字有個都未使了。哇！跟阿個本未使啦。對。問你有學到種跟阿字跟阿個啊？點冇啦？你想去叫記咩字號版？會使講一空字，安尼講會使啦。未使，有字就未使了嘛。喏，嗱轉，安尼字安尼字個論咗幾？我想你講伊房間字號，我想你講字號嘅版，5號嘅版。嚇。冇啦，如果一空字安尼就未使啊嘛。有字就未使。阿老闆就講下多先，唔好阿老闆就。Sorry， 我咪係上去。有字一空字就是有字啊嘛，你就未使啊嘛。對。แล้วก็有即個I knock the door 咯。講門敲門。I 敲門先咯。แล้ว你敲門了哦，你就愛行隔壁，徛隔壁人無聲。喲，你可以別個出來咗。愛可以嚟，愛可以出嚟，你看我睇見你話別斷，你就成驚聲啊！你敲門。你上個你就去敲門嘅事啊！你好真無人敲門嘅事，你個聽到咧。做咩事？要做咩事講愛妹？你真係正啊！我面條臭會大面啊！你叫我臭會大面。你那幾學電索你會笑？唔是幾學電索，唔是幾學電索，伊就冇做實咧，是伊係你隨行湯落去嘢，不得嘅嘢。對。แล้ว國梅啊，國梅，等，你國梅，แล้ว你開門是閃一邊啊？是你國梅啊閃一邊對啊，免開個。你國梅閃一邊，嗱卡辦你甲入去。卡辦是多久？1分鐘啊？冇啦 ，maybe 幾秒呢？對啦。幾秒你看啦，個安尼，แล้ว閃一邊啊，1、2、3呢？對啦。對。แล้ว就入去咯，入去了就愛開會，開什麼開個了？有開會個了嚇。開個了，了就係經一個什麼一個水，愛撈水就愛撈，愛開水啊。搶水啊，幫曬幫住搶水啊。搶水對，搶水。把搭手開個了。開個了都是什麼用個了時候啦，生毒啊什麼開個了。แล้วรู้สึกจิตตาไปอยู่นะ做啊วันทัน是哦我買個老闆公司辦經啊，不知是點嚟結束個驚你個搞看到鬼看到你公司辦經，看到自己卡咧是咯嗰度見人硬嘅度嚟嗱，一個咪就去個辦單個咪個 OK 個即係阿咪你嘅枕頭啊點樣解嘢 bedsheet 啊，嘢被啊，上面嗰個掀者。喲，梗係呢年。拍掀。
可以地仔你拿嚟用了咯，叫人走啦。哎呦死！我偷沙偷殼咪走啊咯，人。死我唔嫁去 business trip 咩問題？我咪偷沙偷殼咯。是風水先生同我講嘅。哦呀，嚇！人鬼唔是無時間看到你無穿衫無穿褲咩？嚇！那是你是鹹濕鬼啦，鹹濕鬼嚟咧。哦，是哦。鬼唔是無時間看人無穿衫無穿褲呀。我唔知啊，每意者。我是去學到時偷鬼嘅了，鬼走㗎了。去學到時啊，房間鬼就係冚偷衫偷褲啊，跳去面場去跳啊，係咪鬼們走㗎了？地殼冰過嚟稱，地殼冰過嚟稱。稱啲頭去啊，稱啲頭去啊。笠蚊頭去啊！呢個立啲頭去。唔啊，仲你就講US hotel 啊，隔離有 drawer 入邊就掉一本 Bible 去啊，要注意掉。對。我唔知有舊話講，但地好，但是講看到 hotel 入邊 Bible 後地好是開起來下掉咯，夾出來要開掉下掉，就等於。我頂當就講嘅叫頂當講鬼個事時，講開條電話簿阿蕉係。因為安姑鬼。哦，安姑鬼。啊，電話簿。開條電話簿。了，佢就開起來啊！一聲聖經。啊，是啊，愛開。一個阿咪個，你雲吞最搞。個你鞋啊，愛亂放咯。嚇！自己啲鞋咪白白啊。妖，我冇聽過。我聽講掂啊！你看。阿咪數嚇，即係最數買邊因白嚇。因為你係白白哦，因為好像係啲青嘅，一青啲鞋。青嘅你就帶水啦。嚇，青鞋啊，未必。你咪是講好嘢，點樣講？是你兩個朋友表去吹。唔是咩？咪啦，嚇，是啦。我問講，當然我正啱咪啊就。你困嘅時陣都得開一拍血啦。就係經本表，我頭擺本開啦 ，because 冚手啱啊，往時。你起來幫住是皮落頭殼，但是你下個落人幫啊，係哦。佢立咗你 H 兵先上嗰期，你個咪咪流人講話咯，嚇，佢嘅學到學女啊，佢未使流人講話嘅記。冇人講唔是特別咩臭話咩咩可以走嘅了去。哦，是啊，開機啊，啲馬蘭州，哈哈，是哦，有落錯咩落錯，大家可以走。咩嘢？我都看到是嚇。啊，你看到呢度咩咯？冇看到落嚟咩一起鋪成那嚟做到啊！哦，都問下我啦，特媽媽，你是講阿摩呢？阿摩鬼呢？阿摩鬼俾我講，你會穿阿摩玩啦？你肯定去你就外你去荷蘭人就講我唔要講喎。I think 那是當唔要講 fuck you 嘅嘢啦，第係咪啊？第Universal 係嘛？啊，比球咯，種子比出來。哦，下晝呢次係一自己出嚟㗎啦，我等比掉，我等比掉攞幾多餅仔俾我驚啊！我記住把它我出嚟，我就驚時我都是出㗎了，我是驚看到鬼事。有嘢啦嚇，有嘢接係，你看到時你講臭話就走去，偷殺偷確冇啦。我成日冇聽過咧，偷殺偷確。要騎機啊！時看到鬼笑，噗噗噗噗，哎呀噗未出。哎，你講咩個 ？before 咱走嗰時，咱差唔多要搞一隻幕。啊，冇了，到時你看你啊。咁時候你即刻揾攤點搞，應該較早就可以啊。好啦。我咪講笨蛋嘅，我上未 Q 啊，我不知能夠講佢笨蛋。我咪當對面上 Q，我成咁我只字笨蛋嘅嘛。特別同樣樣，就實做事就未見啦。隻背被使搖卡咯，搖卡嚇，掉搖卡撈仔啊嘛。頭殼兩隻 egg 咯，成白尖咩啊？你不頭殼佢哦？冇，我唔捌成白尖咩啊？我點解我唔捌？我冇突出，我冇唔捌過，我冇唔捌曬過。我是講唔知點解時我小學嘅時候，我一個朋友啊，伊成白尖，我忘記咧潮語講頭殼兩隻 egg。咦？成白尖成官日打，有人成身嘅搞成白尖咩啊？有人成身搞成白尖，好冇潮嘅不得定。有個後面冇啊，應該是人啊，如果咪笨蛋哦。
拍破你拍破薄我是人教英是啊，只車是。拍破講話，薄我時就咪講落地開花富貴榮華。對。落地開花啦，富貴榮華。學來。學來啊，學來是，就是我是政治，我自己人搞咪就學來。人講好嘛，叫學來，叫學來，叫只叫呢學來就叫來。好意頭，哎呀，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哈，這禮拜嘅節目可能有個你 live 嘅人聽本來，感謝你人收聽，感謝。咱今日應該是關於有未起別，唔是，但係未起別都冇參之類，就是未起別都唔是這裡出來。曉樂，感謝你，特別你曉樂你寫個那新別好事，曉樂阿蕉咯，阿蕉個那新本別好事，แล้วก็วันทันเนาะแล้วอาราบายจบแล้วก็感謝สอง本上เฮลิคอปเตอร์มา俾講。上本一來一我咁好笑呢，一헬리콥터頂到是頭往邊咧，學見頭攰到往邊落時啊，還是伊不如個做，我不如個新嘅，就是伊就聽嘛，伊聽咧時就講我講，我就啲帶上邊落頭到時邊落時，我就聽到헬리콥터嘛，頂到時。你別好事，講日咁多嘢做個別好事。感謝咱各位嘅特別嘅邊個各位收聽，尤其是迄個現場嘅聽眾哈，尤其是即阿拉伯族嘅 cousin， 呢度到 Australia， 一個到 Australia， 一個到哪裡冇聽啊？哪裡？一個是我 sister in law 嘅，sister in law 咪個節目聽無落久呢。感謝哈收聽 sister in law， 到底sister in law 是叫做你支付啦，你支付還是妹付？我係哥啊，我小哥。小哥啦，唔是小哥啦。唔是小哥讀到叻誒，小哥是叻誒。唔是細個啦，唔是細個。細個成都咪係首歌啊，佢呢車食少少個細個。感謝各位聽眾，感謝這裡老闆就會細個，感謝雲灘啦，拜，禮拜個再見過，唔是見再見。